哦，party 耶！你阿炳哥啊，没有做 party 嘅料理啊，哈。係，其實我講下做咗 party 啊，簡單熱後，咪方便做。因為像你講 party，一下動應來，做咗唔太本嘅事啦。係啊，其實 party 嘅概念啊，就係莫講拿碗。莫講拿盤咧，一書哎呦拿去識行應識，還有做啲大嘴鼓啊，交流啊，樣，好冇？佢應該講簡單，大家做咧吼。點樣做嘛？火腿起司吐司卷。哦，火腿起司吐司卷。係，我意思到你啊火腿啊，啊對半切啦，到你啊吐司卷咯，真係對半切。誒，給老早餐店咧，火腿起司蛋。誒，產到強濃嘅概念變化做法唔同樣啦，哦。有咩當簡單啦？唔講其實我知道，也比煮菜啊，嚇閒啊麻煩，因為我全部做一樣一集一後。係啊，我講咧，只講做咧點心，我其實唔簡單咧。看到像阿姨仔某幾隻，但是佢做工啊，動作係。這樣做嘛？火腿先來煎過，煎過，味道好香。哦，我煎過會較硬長嘛。係，會。小哥煎下本要燒咗咧啦，因為你像嗰講咧火腿啊、培根哦，呢種東西吼，小哥本要燒，要煎過要燒，佢個味道較香。佢個講做呢樣菜，唔一定講去party上做做，其實我哋早點、點心啊，全做得是。還有啊，我知道哈，以下嘅料理啊，哈，就做得老生意嚟向下教，係，讓小孩子有那個參與感，好冇？你講你要火啊，每樣東西，爸爸媽媽來做，你來煎好，其實來填修弄啲起司啊，弄啲吐司，你要從大教咯，有好多東西。啊，鼓手一下要先包起司嘛？好，你做得。起司先在底下，然後將來。等下火腿煎好，表上去咗咧。我講嘅火雞，啲講嘅火雞當大隻啊，頭嘅大家是腸嘛，腸嘅食嘅蓋皮。哦，蓋皮牛食起來，結果胸部牛溜蛋，胸部溜蛋啊，其實是來做啲小點心，所以做切的，切油去做啲啲小點心咯，其實咪當好。因為啱講咧火雞肉啊。是咧，感覺嘅胸部牛會凍塞啦，塞其實唔好食。但是咧做其他嘅東西哦，是未凍好食啦。從嗰邊要爆咧起司，佢嘅牛要咧起司啲味道啊，咪唔會食咧塞啦。好，我先按倒底哦。像 party 就準備凍飯排、凍豆樣嘅。你家是冇生肉嘅，係咪做得爆搶菜？係啊，等下佢應該呢邊會用到搶菜到啲吧。哦，井然有序。好，啲火腿片咪煎好咧。還要擠美乃滋哦。用到美乃滋，應該一啲啲咗咧。佢啱咧火腿啊，跟佢會散開來。一火腿小哥燒水擺上去，擺上去時間應該係起司，所以小哥會溶。佢等下就建議了沒有？還要包掉生菜。哦，還要包生菜哦。好。一嗆菜後面用掉沙拉。假使迄冇包生菜啊，我想到做得包乜嘅？做得包埋。再來一片海苔片，就捲起來。就很簡單。哦，不用啊，生菜落去就，給按樣的技術就升級了。高難度就變高，難度就變高了。啲菜好上啲建議來哦，冇咁簡單。哇！你假使迄段時間吼，唔是見咧，按樣就做得。實際做得是咧。finger food 咪吼。好。佢是跳下通擺到一煎餅。因即係到去對在起落去做得咧，一樣嘅湯啊，吼，可能就會
而准备爱用的哈起的嗰种的吼，较软的，莫讲隔夜，你隔夜吼可能就会较硬，较硬就较无好见咯。冇法度样摘得来。就冇办法摘的。哦，有度量的耶。好，给两个片，还哎呦，就做得来哈。再用这盘式啊，装饰。哇，哎呦，真嘅有 party 的感觉，这个做的就是宴会的小点心那个 party 点心的感觉，火腿起司吐司卷，只想沾。火腿起司吐司卷，哈姆起司切一片片的，先摕哈姆剪到双色，再来小胖蛋糕、孙西标、cheese、mayonnaise、哈姆、香菜，再对杂冻牙切的。摆盘以后，按照合适的料理做来食咯。